当上经理以后，我每天都特别想做出成绩，可是到头来，什么都没有了。我后来想了想，我觉得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只是因为我盲目的追求了本来就不属于我的东西。倩倩，谁不想往上爬呢？只是你的方法有一些过激了。依依，我觉得我就是个瞎子。明明你一直在默默的对我好，我却怎么也看不到。倩倩，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哦，对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今后重新开始吧。喂，陈总，你在哪儿？我在家，怎么了？那你到小区门口来一趟，我有东西要交给你。好的，我马上下来。老公，我出去一下。陈总，这里是15万，拿去用吧。您不是说我不可以预支吗？你不可以预支，但是我可以。谁都有困难的时候，拿去用吧。谢谢你。哦，对了，关于集团指控你泄密的事情，你不用太担心了。如果他们真的想对你怎么样的话，我也不会坐视不管。谢谢。老公，你看，这下孙倩有救了。这么多钱，你哪儿来的呀？陈总给我的呀。程总给你的？要预支15万。从我的年薪里面预支。公司是有规定的，只能预支1次工资。我知道，人分尽快。原来他跟公司预支的部分年薪，就是给你的。这钱是他从公司年薪里预支的。这个比洗脚盆可贵多了。哎，美琴啊，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问我个问题，说这个男人一定要经过出轨这一步？好像是问过你这问题啊。哎，王金国，你不会是出轨了吧？哎，别瞎猜啊！我是问你啊，就这出轨的问题啊，也不只是男人，这女人是不是也会出轨啊？女人出轨，女人啊，王金国，王哥可出轨了。说什么呢？李美琴真够可以的。我们家可可怎么会出轨呢？啊，我们家可可是温柔、懂事。哎呦，你这真是吓唬人！哎呦，真是的。我奇怪了，你问这问题干嘛呀？啊，嗨，这人岁数大了嘛，有的时候爱瞎想瞎猜的。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个女人出轨都有什么表现呢？女人出轨这事儿我还真不是太清楚。哎，但是吧，咱俩是亲家啊，咱也是一家人。我呢就不怕我的家丑外扬了。我跟你说说美凤吧，啊，以我观察美凤，我觉得女人出轨应该是这样的：一呢，就是有男人车接车送；二，收到莫名其妙的贵重礼物；三，语无伦次，这就是出轨。老王，王金国，你想什么呢？我知道了，是不是你新交了女朋友，然后那女朋友出轨了？我可不是老姚啊。这跟老姚有什么关系啊？
可可，我问你，你告诉爸爸，那天你们老板给了你一包东西，那包，哦，就是这包，这里边是什么呀？钱呀，15万， 15万。这是给孙倩的。哎，你跟你们老板非亲非故的，他凭什么给你15万呢？啊，该不会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吧？怎么可能呢，爸？哎，你可别忘了，你跟小俊在公司可是隐婚呐。我知道，爸。我们陈总在公司对每个员工都这么好，从来都没有花边新闻，是个正人君子。你看，他也是小俊的上司，什么时候你听过小俊说他上司的不好了？也是哈。而且我们陈总人真的特别好，这段日子我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工作会丢了，他就一直安慰我，帮我，还给我吃定心丸。宝贝儿啊，爸爸相信你。但是你在公司里啊，跟你的男上司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啊。知道啦。倩，你的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啊？不用了，你都搞定了。嗨，陈总，这个钱先还给您。没用上。本来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后来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虽然这个钱没用上，但是很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能够帮我。问题解决就好。为员工解决一些实质上的困难，也是一个领导分内的工作。能够有您这样的领导，也是员工的福气。我想了很久，集团之所以会怀疑你泄密的事情，主要也是因为我们项目处理的不够给力。我会开发几个新的项目，只要我们把它做好，就能够让集团重新相信我。我明白，只要有新项目，我一定全力以赴。什么？可可和他老板单独在一起吃饭，而且就2个人，还是可可请客。哎呦，李小俊呐，这不是倒贴吗？哎呦，妈，你在说什么呢？这可可是在请老板吃饭，感谢他借给他钱的事。对呀，就借钱这件事情啊，这就很不正常。一个老板借给员工钱，而且出手那么大方，这是为什么呀？凭什么呀？可可刚一开始找到这个工作，我就说你要注意一些，是吧？我就觉得他和他那个老板的关系啊，他就不对。我让你盯紧点，盯紧点，你就是不盯。这个我怎么盯呀？很简单呐，查查他的手机啊，看看那些信息里面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啊，观察一下他和那老板在一起的状态啊、眼神呐，还有没有车接车送啊，有没有送贵重礼物啊，是不是？这些你都干什么呢？你怎么就不盯？可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可可不会，难道那个老板不会吗？喂，大成，我想我可能找到一个打破僵局的好方法，什么好方法啊？只是我要出差几天。吉源珠宝，这是我们要做的新项目吗？那怎么之前没有让我参与啊？找你来就是要你参与的。我做过市场调查了，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跟对方接洽的阶段，所以你去准备一下，我们今天就出发。今天就要走？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那我去准备一下。喂，沈总，我现在在进行一个小小的计划，如果计划顺利的话，你应该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只是我需要你小小的配合。好的，没问题。
说一声，我今天临时要出差。马上就要走吗？陈总安排的，跟客户见面。你跟老板单独出去啊？那怎么办？我来不及了，我要走了。袁经理，你有没有听说过公司最近在办什么新的项目啊？新项目？没有啊。哎，老王啊，我找你是有点要紧事儿啊，就是你那天跟我说那什么出轨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事儿哈，王金国，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我瞒你什么了？不是，你们家可可老是最近老特别晚回来，你问问可可。哦，我问过了，没事的。那个他们老板给他东西啊，是为了帮助孙倩家他们的事儿。哟，还送他东西呢，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多了。我告诉你啊，他们老板啊，口碑非常好，作风正派，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他作风正派，那也拦不住他惦记我们可可呀。哎呀，我告诉你啊，哎，小俊和可可是一个老板。要真有什么事儿，那小俊不早就发现了吗？再说了，可可已经跟我解释清楚了，说他们老板人品非常好，借给可可的钱是为了帮助孙倩。你说人家这么帮助咱们孩子，咱们在背后还怀疑人家，多不合适啊！就是这借给他钱，还借了那么大一笔钱，更值得怀疑。行了，你一天到晚就别瞎想，别瞎猜了，好不好啊？不是我想什么，你拦得住我吗？您是张健健吧？啊，是。这是您的传票。怎么了？我们公司要告我挪用公款。妈，你怎么了？妈，你醒醒了！妈！这么背。喂，干什么呀？我不说别打电话给我吗？忙着呢。什么？妈？妈怎么了？妈中风了啊！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所有都是我的错。妈从小到大把我们养大，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她，就变成这样了。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怎么回事？妈怎么会中风呢？什么？说出差就出差？啊，孤男寡女的，你怎么不阻止他呀？我还没来得及问呢，人家都已经走了。哎呀，小俊呐，我看这个王可可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把电话给我，把电话给我，我要给老王打电话，问问他怎么管教的闺女，这么没有规矩，太不像话了。老王吗？你过来一下。
老王啊，你就不怕可可吃亏吗？吃什么亏啊？这不是很简单吗？啊，跟一个男老板孤男寡女的就去出差了啊，你不怕传出绯闻来？我敢保证，啊，我们家可可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小俊的事情。你这个态度就是不相信我们家可可。美琴呐，咱们既然让可可出去工作，就应该支持她，知道吗？好，我信任可可，可是我不信任那男老板。人家就是工作，咱们应该支持可可。啊，我敢保证，我们家可可绝对不会做出这些出格的事情。你保证？你拿什么保证？什么？你把钱还给他们，他们还要告你，这凭什么呀？去找他们去啊！法院的传票都寄来了，我一点余地都没有。我们老板说的对，我就是太急功近利了，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哥，是我对不起妈，对不起这个家。我妈算白养我一场了。我真的好后悔。我看见别人拥有的东西，我就眼红。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别人拥有的一切，都是靠脚踏实地才能得到的。为了自己的目的，在背后耍手段，到头来才有这样的结果，都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金明书，你凭什么告他？他都已经把20万还给你了，你还要告他？你有没有同情心啊？你是张健健的哥哥，那你怎么没有好好教育教育你弟弟？别以为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见钱眼开的人。你说谁呢？谁见钱眼开了？说你弟弟了，怎么了？你再说一遍。怎么样？威胁我？金明珠，我警告你，把传票收回去。法院是你家开的，立了案你说撤就撤。我告诉你，我就是要给他一个教训，别痴心妄想一夜暴富。你们这些人我见多了，你们那个家我去过，除了寒酸就是寒酸。你们一家人就不能老老实实做点事儿，光明正大的活着吗？非要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之后跑回来喊委屈。你别以为别人家得来的都很容易，谁都不容易。你照照镜子，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别不知足。你把钱还他了，他还要告你。法院的传票都寄来了，我一点余地都没有。是我对不起妈，对不起这个家，我真的好后悔。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开拓代理渠道的费用一共20万。等我以后赚钱了，我们大家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嫂子，我哥欠的钱也很快就能还清了。哥，我跟你说，你是我亲兄弟，以后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觉得以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你赶紧回去睡觉吧，回去吧。那我先走了啊，小心点啊。
我说你没钱，还在这晃悠什么？狗眼看人低啊！哥现在可是有钱了，我看着谁还敢瞧不起。我包里的钱你看到了吗？钱？什么钱啊？哎，昨天我也断片了，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我把公款弄丢了。我警告你，把传票收回去。法院是你家开的，立了案你说撤就撤。我告诉你，我就是要给他一个教训，别痴心妄想，一夜暴富。你们这些人我见多了，你们那个家我去过，除了寒酸就是寒酸。你们一家人就不能老老实实做点事儿，光明正大的活着吗？非要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之后跑回来很委屈。你别以为别人家得来的都很容易，谁都不容易。你照照镜子，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别不知足。王总，李晨果果，我的钱你到底什么时候付给我？王总是这样的，您再宽限我几天好不好？就几天就行。宽限几天？好，这是你说的，到时候你再不付给我，别怪我不客气啊。嗯，好好好。你的房卡。谢谢。陈总，一会儿跟毛总吃饭，我需要准备什么？这种应酬肯定要喝酒的，你就不要去了。你留在房间里，把方案再完善一下。明白了。哎呦，这怎么还不回来呀？这可……哎，小俊回来了，快坐，过来。儿子，哎，给可可打电话了吗？他在干什么？没打。你打个电话给他呀。不是，你这打什么电话？你不打是吧？你不打我打。啊，这，行，我打行了吧？啊，真是。喂，可可，你在干嘛呢？我在做文案啊。老板。程总呢？陈总陪客人吃饭去了。啊，那个这个项目不是你跟的吗？你怎么没跟客户见面去啊？项目是我在跟，文案是我在做，但是陪客人吃饭是要喝酒的。陈总体谅我，让我不用去了。干嘛？你想让我做陪酒女郎啊？没，我哪里有什么意见啊？好了，我忙着呢，回头再说吧啊。好，那我先挂了啊。说什么？说什么呢？我就说了吧，人家老板出去跟客户见面了，可可一个人在房间做方案呢，就你瞎操心。可可一个人在房间，老板没跟他在一起。晚上10点的时候再打个电话问问啊。这不传媒界的名媛李晨果果吗？干嘛来了？我来找齐董。又来办我们家老齐？我是来找他谈项目的。谈项目找我呀？3番5次找老齐，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项目进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你们还不肯签合同，不肯打款，我今天就要解决这件事儿。夸下海口的成果公司，该不会是出现了财务危机吧？是不是要破产了？当初在发布会上，你可是出尽风头的哦。跟你没什么好说的。老齐不会见你的。我们家不欢迎你。
什么？可可，果果，可可呢？可可跟我们程经理出差去了。跟大成出去了。跟大成？你认识我们程经理啊？不认识。不对吧？你们成果公司的游艇项目跟我们骑士公司的游艇项目一模一样，而且我听可可跟我说过，你男朋友好像是什么总经理，你又跟沈兰卓认识，程大成不会把游艇项目卖给你了吧？当然不是了，你想多了吧？那要是可可不在，我就先走了啊。拜拜。你帮帮我吧，这可是证明我职场能力的第一个项目。这要是其他的公司，我也就笑一笑。但是他们公司是我们这个项目最主要的投资方，财务报表居然是这个样子。因为公司跟卓然公司有一个投资项目，投资方是卓然公司，所以就把我派过去了。卓然公司后来转投了另外一家公司，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么大的投资，请问成果投资公司背后的财团是谁？非常荣幸，在项目筹备的当中，我们就得到了投资界的泰斗齐志强先生的全力支持。项目的后续投资也将由齐志强先生全力出资。可可，你有看到吗？我看到了，这个果果怎么搞这么大，一点风声都没有透露？他不会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吧？不会吧？那他选什么机会不好，偏要选一个跟我们公司一模一样的？集团怀疑我出卖公司，把项目方案卖给竞争对手。不过果果的项目方案跟我们集团的项目方案是一模一样的。你说如果让集团知道了你跟果果的关系的话，那你岂不是更解释不清了？陈总今天也提到你了，他说你同时身在2家公司，获得的信息量最大，也很有可能是你泄露的。喂，喂，沈总，我想知道你们卓然公司和成果公司合作的游艇项目背后的操纵者是不是程大成？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事情啊？沈总，希望你告诉我实情。程大成跟我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要关注这个人的野心，因为他总是靠女人达到他想要的目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让王可可跟他走得太近。另外，他在骑士公司游艇项目失败以后，他应该会另起一个项目，而他唯一可以利用的人就是王可可。麻烦你把近2年公司的往来账调出来给我看一下。程总，这个已经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了，但是如果您真的想看的话，必须要先上报集团，集团批准了，我才能给您看。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我调阅公司账，为什么要集团同意12500的月薪，这什么特别助理？这什么人啊？肯定是女人呢。哎，你说这还特批一职位出来，这什么女的呀？上班？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好的好的，花园路88号，我记住了。这怎么跟我们公司是一栋楼呀？这个项目还没有经过集团的审批，也没有经过风险考核。如果现在我们就挪用这笔款项的话，这个就叫私自挪用公款。这个项目现在在网络上热度很高，我们必须抢占先机，立即启动。我今天临时要出差，
马上就要出差吗？陈总安排的，跟客户见面。袁经理，你有没有听说过公司最近在办什么新的项目？新项目？没有啊。你在干嘛呢？我在做文案啊。程总呢？陈总陪客人吃饭去了。啊？那个这个项目不是你跟的吗？你怎么没有跟客户见面？依依，对不起啊，欠你的钱，我可能暂时还不了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就因为这个呀，我又没催你，你别因为这个有心理负担啊。正因为你这样，我心里才越发难受。你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怎么今天突然这么感伤啊？说的跟不见面了似的。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见你了。为什么啊，静姐？我已经收到法院传票了。现在利用完了，一脚就把你踹了，还在为他哭，真是没骨气。妈，你别说了，姐姐要坐牢了。为什么呀？他把钱还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板还是要告他，我该怎么办？活该，还在为他哭，你的脑子被枪打过了。妈，你别说了。张姐姐要坐牢，我也不想活了。好了，不哭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要给他一个教训，别痴心妄想一夜暴富，别以为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见钱眼开的人，你们一家人就不能老老实实做点事儿，光明正大的活着吗？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别不知足。对不起，是我把你害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对不起你，我不配做您的儿子。
对不起健健，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这个家。您还是因为不把我们养这么大，替我照顾孩子，还替我照顾这个家。我呢，我又做了什么？我想挣钱呀，可是我没本事啊。我交不出房租，健健替我交。我赌钱赌输了，你们还替我还钱。我在这个家还算个什么呀？妈，你醒醒，你醒醒啊！我还没好好孝敬孝敬您呢。您现在这样，全是我害的。我还害健健坐牢，都是我不好，我鬼迷心窍。我看着健健要去受审，我心疼啊！我该死啊！我真该死！我真不该动健健的钱。妈，你醒醒！你打我！打我！骂我都行，你打我！